路加福音灵修默想纳税的问题。路加福音第20章20节到26节。路加福音20章20节。所以因就找机会派密探假做老实人，要抓耶稣的话芳，将伊交予总督，通用伊的权柄依法办理。这个密探来问耶稣讲：“老师，阮知你所讲所教示的拢真对，无偏心，只有忠实教示上帝的道理。阮纳税予罗马皇帝凯撒，有下律法无？”耶稣看出因的诡计，就对因讲：“摕一个银币予我看，这有甚物人的相甲字号？”因应讲：“凯撒的。”耶稣就对因讲：“安尼，凯撒的物予凯撒，上帝的物予上帝。”因伫公众面前抓袂到耶稣的话芳，佮伊的应答，予因真着惊，就掂去。默想，这市长甲经学教师顶便伫宗教权柄议题顶面，予耶稣顶伫壁顶，伫众人面前写面子，无搁再亲自出面。该派人起来，甲耶稣问关系，敢会对讲家己是天神的囝的该杀政权纳税，想要掠话芳，甲伊送去罗马市民总督，甲伊法办。若是耶稣回答讲应该纳税，早就对帝国不满的百姓，就会因为强烈的民族意识，会对耶稣失去信心。若是耶稣回答毋免纳税，迄就诚做煽动反政府、企图叛乱的证据。会当直接甲罗马帝国来检举。耶稣安那面对这个危机呢？想看卖啊！伫世上有形无形的权威，期待咱100%的忠心。咱甩也着忠心伫天顶的主，敢通体会这款危难的困境呢？毋过耶稣用这人随时早伫身躯的疑云，直接点出因讲一套做一套的实况，搁再一摆，互这个人阵啊无话通应。佮讲上帝国百姓安那尽地上公民责任的重要原则，该当互该杀的物件就互该杀，该当互上帝的物件就互上帝。咱来检视一下咱即马生活的实况，敢有照安尼来分配咧？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捌道成肉体，体验阮遮的平凡人生活的踏地地，以及无奈的挣扎。嘛感谢圣神用讲袂出喙的吐开，替阮来祈祷，恳求主耶稣帮助阮，会当活出守法、忠诚社会公民的光严见证，甘心服侍地上的主人，若亲像伫教会尽心尽力服侍主，搁较需要你的智慧，甲是阮甲时间、体力、甲精神、财务做上好的调配，诚做你甲众人拢学落的良善仆人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